香港朋友仔，今日3年哥就介紹一個位於我哋中山地鐵上蓋嘅單位啦。咁啊，呢個單位咧住又 OK， 辦公又得。咁啊，而且係低總價、低首期嘅單位啦。層高仲係4.5米添。咁啊，呢個單位非常之靚仔。跟住我嘅鏡頭睇睇呢個單位嘅園林啦。落樓就有咁靚嘅園林景觀，你係咪好中意添？翻到屋企，夏天嘅時候仲可以游水喎。咁啊，落到樓下咧，我哋嘅底商咧已經係招商當中啦，有入住嘅有美宜佳啦、君滿酒店啦，咁啊其他嘅商家咧都係陸陸續續嘅咁入住中嘅。咁啊，我哋項目嘅100米咧就係我哋中山嘅18號線嘅旗杆道站啦。咁啊，今年年尾咧就可以完成嘅一個交標啦，明年就正式運行，可以40分鐘直達我哋廣州南站啦。咁啊，去到西九龍，香港朋友仔都非常之方便嘅。咁啊，香港朋友仔落樓都可以有我哋中港巴士車直達我哋香港嘅，非常之方便啦！一站式嘅服務可以令到你翻屋企。咁屋企樓下都可以享有我哋個東區嘅總部濱江公園。咁啊，生活配套都非常之方便嘅，10分鐘嘅車程就可以去到三大嘅 shopping mall 嘅 Core City 富日城，仲有我哋嘅山姆超市嘅。咁啊，呢個單位咧嘅光景都非常之靚嘅喎。如果去到高層，都可以望到我哋一線嘅旗杆景同個濱江公園嘅。咁靚仔單位，嗱聲 PM 我啦，send 資料俾你。